出来关心国民团体，昨来正式向中选会递交罢免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建议书提议书。不过，实际上罢免的新制度实施以来，头一个互人罢免成功的案例发生伫台东。发生伫2017年屏东县的寿元村啊，当时这个村长呢，陈明伦无经过多数村民的同意，就起这个立骨塔，加上对庄仔内的公务事务呢，拢都无啥物作为，和庄仔内的村民呢，成功甲罢免掉。光复高雄，保卫台湾。国民团体2日正式向中选会送交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提议书。事实上，罢免新制上路以来，真正有人被罢免。2017年屏东县寿元村当时村长陈明伦因为消极无作为，严重违背民意，鼓舞村民的镜头，加做第一例被罢免成功的案例。他没有跟我们座谈会啊，我们村心生不满呐。陈明伦2014年以455票当选村长，但是上任了后，尚无经过村民的同意，就向公所伫村内建立骨塔，加上对村内公共事务无积极，互陈明伦伫2017年8月，确定遭受277票罢免落台。无简单讲，全国头一届讲有罢免袂当过安尼啦。当时村长陈明伦从此不过再参与政治，这件嘛因为违背民意，正做选罢新制上路了后，遭受罢免成功的第一个案例，嘛有人看到即摆民主社会重视民意有安尼重要。